你迄时阵过了偌久咧？66标准年纪。控联新区团上港，申请专门驾车出示准证出入境申请甲签证，并以抗疫联合法接受临检，且受检准者或将停检稽查小组指示以免受罚。停泊者请出示。太空船红楼 A 大棒。这条我讲，迪拜是因为变做诶编码紧要查出来啊，保护你无进前，我爱先保护你啊，无可能一直开着红楼通讯。我会想办法加强红楼讯号变做装置，后盖袂有问题。阿咩啊，我无想要讲遮。你啦，还好，我无代志 ，OK？ 袂滴无？是，无代志，互我静静。花卉无一落线图，记载着红楼花卉无一的落线图，为遥远伟大甲师傅的家。伊朗行车下一路经过山个团上港，直到群山个万光年无一，一怎可能爱开半个标准年？红楼就亲像因个第二个家。声线调整器校正军用发声个机器，练习时。A 大师傅会请伊反复哼唱太阳足量的声音啊，佮甲录制的声音交互协会啊。如果协会无收过，就代表手质无好。伊开了足侪档，才办法互市场甲师傅认。一想到足侪人可能买过伊的声音过，伊就感觉足歹势。哟，你啥物时阵离开红楼？如果是 A 大你讲，我会想看，你才无想要看。你就是会离开。是，我会好好过家己的生活。A 大师傅的制服，红楼的标记是一个花卉的图腾。A 大讲，这是新生代女的标记。师傅认为人的内心的灵魂是火的形状，而女与其为了追求和平而杀戮，不如拯救家己内心深处的火。红枫女恶回忆录，头一页几个大字写着“万德无上，花开为新”，会害你啊！抗日联合战争英雄红一手所撰写的战士回忆录，最终成为新生代女的经典，通篇充满赎罪的理由。
三人的花海合照，听伊达讲，似乎开了足侪困难，终于找到了一亩会当财政优美上的所在。所以所以自从离开乌塔了后，伊就伫花海内底大汉。南米啊，我会照顾你。南米的最后较细尔，我后来才知影，这是下达一渐渐完成的最后。是我介绍因两人的，是我介绍了因两人的生活。是，咱兜的花，即几冬我有好好托人照顾。但啥物时阵，咱才会使回去以前的生活？分封伯。下达甲师傅伫家乡主要培育的作物，倒喙的花瓣会当用伫治疗牙后。我后来才知影，下达的名义甲这花有关。这巴走啊！我到底是为了啥物出来旅行？师傅，你明仔载敢就要走啊？是。抗疫联合原本是真少我，应该是我去。你当做啥物？是伫龙尾内底吧？哇！踮伫厝内，看好南米啊！我甲花照顾好。哇！莫想要找我，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我两当就会转来。如果无转来，那就无转来过你的生活。会记你的名字，你是下达人，毋是别人。你的人生甲别人一点关系拢无，一点关系嘛无。敢有捌？毋捌。甲师傅甲南米啊做伙的日子啊，就是我的生活。我来款幸你啊，去一边。师傅，如果我变甲甲你共款，是毋是你就免代替我啊？莫自以为啊，因自头到尾就是找我，毋是你。是因为我足无路用你，还去困。是因为我安尼，你才会甲乌塔共款，无爱我呢。矿人青区团上港，只要通过遮伫统合体内底，搁转3届团上港，就会使转去云海。当时的我是讲袂出喙的。出入境管理局审查着大量出入军舰的管理局，上到伊边仔的局台闸门哦，只是坐不起眼的小太空舰，却总是有数十艘舰艇排队接受登机检验。为了防止利用美术物矿物的走私，管理局的登机禁闭段拢是全武装，对任何来访者拢是上慢的。如果这纸花哦，一白一蓝的纸红即成花的款，迄个花的形
内底放着经济是 Ada 的思路办到了后，遐愿意追随伊信念的流亡女巫，彼此用来相识的信物，因认为只要专心聆听家己象征灵魂的种子，就会发现心花绽放。跨行区闸门，通往外行星系的大型太空闸门，是星际间旅行的唯一匝道。空人在此布设重兵，各方无一阵间进入后，会在此短暂停留，并要求关译眼镜至上加功率，直到确认电子枪支无误了后，才会往近进入的空间停片。这边。A 领导。啊？哇！靠啊！眼镜加工舰，普济，间隔，车顶运输财团未经授权私自制造4期眼镜，已伫856年查禁本地认为禁止进入的地区且勿在此逗留。我无，我有够重要啊！这个，其实这个算长。眼镜加工者哦，精神运输财团，眼镜加工者普济，两美冲突第15档，最后的设立精神运输财团，伫卡下加集团，互军体逮捕了后，正式结束。正式结束，控人从此掌握了军帅真牛航太团上岗，以及数人员工业，成为无可动摇的行车系霸主。眼镜真压4期，行车真压4期眼镜，拄找到伊的时阵，内面也小件的笑了出来。迄系统合体上紧的小型眼镜系统，即使是红楼安尼的楼船，如果成功安装，嘛会名列群山地区上紧的小型舰艇。Good， 这个金属板，我无钱诶，无钱啊！电池这啥物事？行车电池讯号北湖山呢？有咩肯定哦？铁人11，此区又会因为非法集会哦，矿场坍塌，制造破坏，伊伫851年
进行废弃处理啊。本地认为禁止进入区域地区啊，才有在此逗留。会当做龙尾冲突的起点啊，上早是由矿场罢工开始，起因只是破坏矿业联合八煞军线的人民哦，却因为遭矿业联合镇压死伤无数，最后军线人民意废停，间接互车贩自由战线陷入引爆小型车弹甲矿业联合的冲突。万德脆裂破面咯，万德用伫甲音乐共振的破面，因为内底有着幼喙的四晶体，成为民间交易的定件的标的。都是花。这无路哪有可能？我烦的啦！袂当去爆山吧？我去爆山试试。无代志啊，阿骗。爆山，无代志呢，真正无代志。从阮生活中暂时安稳的绿色生产哦，却因为极量的天气风暴，如今大气层内是汹涌的高温气旋。万德乌塔乡土，乌塔即将于三天了后关起来，请民间尊者接受矿联现场指挥官指示啊，莫阻碍旅客和平撤离哦。乡土塔，是当无转来。乡土新歌，万德乡在3个108号啊，即个真上4楼，伫乡土的看桥下，赋予编号108，为旅客相保，是迄位对事特别敏感的囡仔呢？是，伊也无啥会晓唱。但即开一工呢，就甲乡土的歌谱背了啊！这安怎做到？108块，恭喜你！你敢有啥物要甲大家？你敢有啥物想要大家讲？啊，我毋知影。听因敢有听见点了讲的无？甲大家分享一下你学习的诀窍啊！就听困，然后头壳中就有声音啊。你安那学习听即个代志，我无学习，就查伊怎学习公开的场合，我互大家听。如果代志伊要安尼啊，以为家己上头是怪胎，我是因为大家爱我听，所以我就听看卖。伊只是介意学人啦。是恁希望我较听，我只是有一款想法，伊是咱即届上优秀的。大家讲只要超普就会使成为女巫，未来会当出去拍折。
是，这动机真好，分线就靠恁。即个大家共款，敢有啥物大家无共个愿意分享意见诶？若无你细声甲我讲好无？若无你细声甲我讲就好咧。如果代志对不起，我是因为甲大家无共，所以厝内甲我送到乌塔。如果我搁甲乌塔大家无共款，你应该会甲我赶出去。嘛是哦，即马上重要是就找着师傅。万道乌塔向土，龙尾冲出第16档，不敌民间的压力哦。乌塔牵线，废墟的塔有9楼啊，7楼以上是由神所居住，所居住。伊5楼唯有女学才会使入去哦。当年艾达是伫遮拄着伊的师傅啊。当时艾达行伫如废墟般的塔中，讲了足久的过往。有土塔前来，相对了抗日联合曾试图甲废弃的乌塔改造成博物馆，但如果被当成兵器的印象清景帝国，舆论抨击之下，就真正就将遮废弃。靠腰。第4届乌塔新闻记录，经处纪念乌塔第4届女学培训，约伫1819年观星节，约于1892年，女学刮发的时刻咯。约于1851年，4楼行政科技哦，迄是数位的相片资料结景，人看到相片显著定数啊，最后视线停伫2项以上，约伫8523，电脑院女学红甲专员合影。万道后土殿，藏伫塔中的一义啊，是群山景顺的后土殿。作为万道土地甲官的神色，后土透过刮发引导水的流动，为土地生命是延伸刮发女学信仰的主神。后土暂是民间上受敬仰的神明之一啦，但因为两面冲突，互多数的人对女学反感，除了乌塔搬，多数的后土殿改以废除，拆除啊。后土官本专业，以四经做诶册签咯，敢若甲 A 搭互相感应啊。内文是后土官本的最后几页，描述后土如何伫无尽的岁月之中，为求万道不死，伫虚空持续歌唱。用歌声导引群车间的流美，为主神延续生命，敢若记载着万道部分的解译的方法。你拢无啊？万道乌塔以红。万道乌塔已经有经救关起来，无接受故意甲关限，也不再接信万道葬仪相关的事务。本前机制空气祭拜空，且无冒险强行停保。
啊，啊，嘿嘿。万得乌塔以后，我是故意啊，我也以为家己是上特别的。会当讲，十一岁顶上4楼的伊啊，是以红塔表扬落中历史上上少年的。但等伊后一届转来的时阵，伊却互长老宣告永久失去落资格。即种拆除的以红塔内像。顶头刻满乌塔成员的编号，下台的编号是108。伫成为女王进前，因无法拥有名，因无法有名。下台毋知影家己出事，只知影甲伊送来塔内的团体，因此获得丰厚的抚恤金。伊无怪因，是因为安尼，伊才会当拄着师傅，才会当成为 A 代。啊，有搞呀！如果正式名册内底是当然，如果参加正式的名单，要有每一个人正式补助的经验的项目，定找着伊的名义，边仔一撮记录，无歌者以弃用会互红衣画掉。处代遗址的是，处代遗址的注解是领养者红吉兰德。好的。俗杀的女恶流明啊！下台歌声变得亲像无稳定的信号，既急速又不安。啊，你知道？不妙啊！小型车99。电子兵破扫描确认了，疑似未发现的流妹。轨道空域中的这个残骸是，这应该是流妹冲突的证据之一了。整个轨道根本是废弃的存坟场，流妹的质量遐细。哪有可能甲残骸丢伫轨道上？受人超故意弹射抛射伫遮，无啥对劲。切，要真劲，是较话必修。小型车99是即个布满宇宙残骸的流妹，我看到了 A 台另外一面。
小型车流妹99，换车几多？自动驾驶怪味，在换穿切换手动模式。啊，什么？密度残骸密度31，我要动，我会惊，较路风险极悬。啊，真诶呢，我搁要动够麻烦，袂当行头前诶，哦哟，安尼毋对哦，阿尼尼啊，哈哈，这怎么控制啊？啊，要死啊！16%，没有了。袂死哦！哈哈哈哈！啊，要死啊！真可怜，真可怜。真可怜。外环轨道哦，进了流妹空屋，自动驾驶怪秘，切换手动模式，手动驾驶。啊，袂当死啊，搞啥？干恁老师啊！啊，无卡对啊，迄个靠腰呢啊！小，等下迄拿钱应该无代志吧？没有啊，靠腰，做假啊！哦，若是无代志，就起哦。若是无代志，就莫做出来啦。查甫了后，脱离宇宙本色空药，准备登入流妹。登陆流妹，抗联军伫为伫轨道外照委托人提供的资料破断，预计会伫480秒了后会到位啊。敢怀疑无？我无安尼讲，时间无侪要紧，袂亲像顶一届共款误差吧。除非因弄入来咱拄则飞撇的空药啊。军船真要入去嘛，毋是无可能。危战时期啊，无军人会想武派家己的船，袂当要安尼，要来就紧诶。你无准备登陆流妹。就是你某，抵达流妹华门，就你抗联军方巡逻时间阁有480秒。注意啊，你某，咱无收这时间。你某，较伊诶，就是古战场，电波会互宇宙本色反射讯号比较歹。
你看无气体到啥办？你到边？这应该是北乌山啊，乌塔边仔迄座中年互高温气旋所搬掉的行车。这个是难条线呢。如果无控练啊，由美协会开采这个行车应该会经效率的。试水池基地啊，由美未自行打鼓啊，万年前就已经离出了。出了哦，万到最后内乱250，才会抗缺，甲这有关系哦。这都是万德十线支线西雷线，做是互电子风波盘旋。万德十线支线大东线铁兰城的最瓦落的气体行车。乌帽风哦，群山群林壮丽的时阵，会使啊乌烧花卉，似乎无啥介意。会记下是安尼介绍的，伊讨厌即回。这个再转过来啊，你老呀，对不对？这个物件，要不弄了。这是啥物所在？这
甲曼德方的英色的机构同款，有法的控呢爱启动乌龙调查段。曼德无上啊，以防释放。42啊，比对。好，朦胧。血透杏瓜，万德香在。熟悉的流民啊，用者互人不快。这敢会是艾达师傅失踪的所在？你无，你爱创啥物？剩无300秒啊！这太阳是石龙的新枪，作为上关键的石龙啊，竟然无互藏伫上深处啊，是倒是会是有资格做这种代志？内底也无时间啊，好。啊，一开始就无时间创啥要演，有影想。曼德大啊，分清龙美帝国。曼德龙首制度伫3年7天落地哦，
图描述的是伊红希望将银河的龙美规矩所有的帝国环境中央龙美的雕刻，象征群山，造走无数的车点，即是龙美因透过两个特殊的门往来群山，归向绝龙。袂毋对啊，这是趁卡梦寐以求的，这就是乌龙啊！以防各种倒逼文万道留守普以九面七工十地。古无人组织绝良之言，愿众道归去无伤，归来如光，后土记住，古愿足意，来世再遇就大破灭互符文改迄后却略微悲伤迄是神明以防的全名词。这真正是万得一红，更加家己囥伫比绝良近亲处，这等于宣称家己能驾驭太阳的能量，绝良敢会当容许这种代志？奇怪，记忆分入来，拄则迄记个相根是啥物？万德主神绝良，神话中绝良愤怒的火焰毁灭了万德帝国。只因以后为了互主神延续生命，过度运用了良美的能量。绝良是万道的全知全能神，嘛是太阳，是良美的能量源头更是生命的归乡。这有物啊？哎呀，过来。良美控红楼完整良民虽然迄是伫走找A达的师傅，但我却忘不了迄个记忆中燃烧的拿盐，这是你某确定为第一手良美。不过我无想到，这是万德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位置。无重要，似乎完美无杂质的良民应该足歹有人来过。无任何探勘的痕迹。天气烁，回停啊你某。电磁波频繁干扰，会记得随时保持通知。可能阮靠近对啊，听个。因为接近几道啊，你无敢来得及离开，无问题，但资讯足干扰的。空约收集宇宙本色，而且有淡薄奇怪，可能的移动的路线，无亲像是要登陆。我是啥物代志啊？哎啦！有妹伫震动，同时接袂上线。你无照回答，你无？内面拄则的步骤是啥物？然后锁定安尼。
应该毋是，我知起因是6点钟方向的巨大电磁波。警告，轨道真市调有14个异常人员，且迅速回避。是拄则爆炸了的空着的粪扫碎片，所以咱阵无好偌济医用鱼雷进行空药清理中都必要受解的冲击。听无讲重点，因拍算用鱼雷制掉残骸开路那你袂安怎？我知波机量咩？我毋知，袂好眼睛启动咱爱沿着轨道进行回避。而真诶，弄换红楼就爱绕过流内位真诶沿轨道接近。哦哟，真大小！哇！真诶轨道不灵偏离。第二波成功。第二波，相对速度120啦，标准力。哇！干林老师，物色组。第三波，160啦标准力。股票成功，通知你无？注意冲击！关闭眼睛，那边通知你无？对啦，我是啥物？有时间了，我喊你到，拜托这是怎样啊？倒数5秒你无要未？3秒，红楼准备关闭眼睛，袂用台面无关掉咱眼睛2点。万德无常，1秒，眼睛关闭。你无？我开始手机。无。然后电力供供应，启用紧急动力系统。眼镜运转恢复中，重新充电95%。阿姊，目测破断了，人伊维持小行车的暗面，抗压联合应该伫对立面，当然是真是安全。手机下只有分析动力压力有淡薄异常，我则伫遥感时期确认。我用过去啊。我用过几分钟尔，刚才有好好坐伫座的位置啊，才真无算严重啊。我最近会调整了红楼啊。你无咧？照现在即摆的中启动率，只要到300分点，就会使恢复眼睛运转。你无咧，人咩？我即支哦，你无咧？我毋知影。即摆啥物拢看无，拢是电子干扰。莫看，我知影我出错，我算毋着轨道，
你莫慌啊！我哪会知影因的无是刘美红报警，而且全空约少女，我毋是军人啊！后尾听我讲，为啥你啊一直护着伊啊？为虾米啊？莫靠！为啥伊愈来愈讨厌我？就算我个性好，就算我本来就无人喜伊，伊毋是拢讲要照顾我呢？为啥要互我替讨厌家己？迄无钱甲你讲，我以前伫学堂时阵，嘛无啥物姊妹，我嘛无介意家己啊，大家嘛拢讨厌我。点解我无共款？一句话也无人介意伊，伊介意就家己认真，互我照顾。总有一天，来做伙找出介意家己的方法。啊！无代志，内面啊，你莫哭。是我毋对，是我无注意好，我会甲你照顾。拜托你莫讨厌家己。莫哭，拜托。就咱做伙找出介意家己的方法。我毋知影啥物方法啦。有诶，我毋知影。我知影啥物啊？知影我上介意男物啊，因为你我拢共款拢无介意家己。我真无介意，我知影。第达刘美，较恁新组员 A 达订约啊，即马脱离刘美，以防控明掠着，红楼会先飞到小型车营业厝，啊，即个技术细伊啊，莫靠人伊啊，对不起，莫甲我道歉啊，来任务才开始，帮我追踪你无的位置啊，交互你啊。会较紧诶。啥爆炸？应该是扫雷诶结果啊，有咩完全坍塌？哇，哪个？是残留的意识，之前我听过。啊，只摆我迄边去啊，有崩塌的危险。行到怪怪。有坍塌的危险啊，莫个过较好啊。啊，好路啊，冲啊，水哦。对，是我伫万德红音所听过声音。啊，只你甲你话信号变近啊！没劲。帮他的受严重啊！短暂扫描显示，这龙妹结构足复杂的，应该有别入口啊。继续甲阿姊咱靠近啊！
是这边啊，你的位置愈来愈近啊。你无会有代志吧？放心吧，下满喙加州的，伫加州重返龙寮镇，伊袂有代志的。有头枪帮派，然后乌台人看到因哪想？哦，这边那边。嘿，骗子，毋是讲家己足后诶，是嘛变那个死老啊，大家想要爬起来呢？我底早都会约上恁呢，底早。早晚。伊当爬起来足厉害啊，但咱无需要你啊。是一种良美的花卉啊，甲你治疗哪后时阵，你用过伊满喙的药啊，等到花开满迄天，我互你成为新时代的女王。师傅，等下，这本来是找我的，你无需要为了我去控人变成活体你对答，袂去陪啊红，转去会答。阿坏，你答应过爱培养我，转去啊！你还袂互我理解，爱如何成为新时代的女王？好，会啦，就是过你家己的生活，我无办法，我连师傅拢约无啊，莫想成为我，嘛莫想成为任何人啊，追求你内心的灵魂。红大人，你听无诶？该走，红，还，听好会啦，你一世人了。我都伫讲啊，会啦，你一世人拢无可能约上伊啊。我会约上伊，定位完成。啊，是你的信号顶读啊？顶点啊？哈？啊人？你登啥回？好像无回。你无？敢听我讲话？内面真正会遮吗？外表完全看袂出来，是味道吗？身体有压调啊，石头干晒开。你无？你敢伫下骹？较长诶，我马上帮你搬开遮。会啦，够足乌诶，好，真正伫遮哦，之前搬开啊，对讲机歹啊，听无我讲话。当不了，有法度制作声音。演奏你无？只要启动放射器，我就会听到。拜托，我一个煞说。
哈？你无？恁出来，我马上叫你出来。好，这刚刚就是使，是无路用啊，互你救了足侪解。拄则创啥？知无？拄则拄我两名啊，是我头一摆拄着你时阵，你唱的啥？你唱的啥？我唱的都袂知影，唱互我。你是讲，咱拄着你只，你无？迄个甲跳舞，敢若互压着啥物啊？我要无动咧，啥物啊？直接甲红楼开入啊！啥物？这无可能，红楼的，伊无出了大代志啊！关于啥物位置，或者红楼的，敢会受伤无？就咱会暴露伫控联军方的雷达之下，用动心海涛的话，上歹可能还会登陆，红楼拢互炸毁啊！甚至连你拢，若无要安怎？我想办法，阿姊，我想办法。会啦，你无？一个代志我一直想要甲你讲，你莫放弃，拜托，我要看无啊！我咧听，你听。老实讲，我甲大开其实是倒往你来，我早就知影。嘛对。所以我就歹药诶，找看觅，敢有看会着讲诶所在，甲我讲你诶方位啊。虽然咱是有带罪立功啊，但全做诶人，几乎拢希望我死较好啊。我无怪伊，讲这做啥物？伊是要拯救家族。对，我会保护伊。两当来，我感觉我会使，我应该会使。足侪解，我想要倒去，但看到你，我都开袂了嘴。即摆讲这创啥？哪物啊？敢有找着讲啊？哪物啊？我应该以家族为重，而且我对你讲袂出嘴。要无敌啊！拜托，帮我锁起来。你如果留命，然后我家族申请留命。家己去，要请伊多考比一份声音的副本，然后我的女丈做，安尼我回归海日朝的时阵，你的声音就会当陪在我身，莫甲我的声音用伫迄种所在，听咧，我会救你，伊一个沿海的死贵族，来我救你2解，多谢，莫多谢。可惜无法度帮你陪你找到师傅啊，就算过一天嘛好，我就甲你按到成果。你看哪样？我查死啊好，你讲的话，以后你一用无顺，一旦拄着你，我感觉就我宁可莫拄着你。歹势，无法度看到你家乡的花，希望你会当好好过家己生活。转去啊！也会互我理解如何成为新时代的女王。好，爱达，就是过你家己的生活。我无办法，我连师傅拢用无啊。但是因为我嘛歹想成为任何人，就为你内心的灵魂。搞条啥物灵魂？我就是不准你搭下我，不准。
是标准酒了后，太空船人老啊，自动分析啊，伊就是几道铁蓝色啊，毕竟顺路叫，出来啊出来，闪啊！对不起，老妹，切，你身体好啊，我接过去，这是，老妹啊，莫激动啊，有人客，本身看收大啊。再讲个倒菜啦，我可救不了你。啥物鬼准啊？伊或是互改成花费的温馨。这客气一寡，你无？白遐伊救了你啊！感谢恁家尊师啊！我想到啥物异常的通讯回路啊，一片口声，无想到就是你。伊开发的第大的联络分寸啊，伊是无着太空船炸掉勇气甲我联络。伊即个真正是惊大阮啊！无良调查团现济所，因着拄好联络到我的军队，然后一所民用艇登陆违反流美，来讲救人啊！正常来讲，连顺号了无解释啊，炸互军船封成了喙皮。大概是哪物啊？你无？哼，所以咱无代志啊。喂，你会多谢，多谢哪物啊？算了，莫笑啊，是无关系的。哪物啊？讲起来，还要听好，这是抗联军方的指示啊，人判定啊，违法探勘啊。就是永久靠岸恁的船执照。有啥物？但念伫恁站拯救移民团啊，以及留美协会全力帮恁求情的分享，是吊销恁执照1个月。比起某一个要互伊活动的人，我感觉非常轻啊。多谢你帮忙啊！我靠，啥物拢无做，我是白大兄，哪物啊？莫叫人，莫黑白人叫人惊啊！你无1个月拄好啊，等你烧烤互我，莫起来吧，我甲阿姊过日子嘛轻松。我平头讲啊，哪物啊？乖啊，你个同伙敢拢无介意，家己保重，我等伊军船啊，有代志搁联络吧。你无嘛？会啦，是嘞，无代志你无，手还好无？手个安怎？你学我研究遮久，去做你的家主吧。啥物？你无啰嗦医生的批？较酷吧？你无好引导。哦。即阵咱即阵难得很侪人诶。是，我老弟。有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吧？对伊来讲，这应该无啥物。创啥个毋食？以及歹妇呢？你无？你注意，为答应你，互我成为你称为是单独一个人啊。家人就是爱讲话，敢知无？卖，甲你整哦，卖，爱命歹托你，我是甲阿母食饭，这无法度啊！你阿母走，伊会陪我讲话，你袂？拄则是无咧讲话就对，因为亲像你会晓关心我演奏有稳无？解谱敢有准无？解谱敢有准无？伊会问我足侪其他，亲像啥物？
有食饭有食饭敢袂使？毋知影。到底伊是无厝内人啊，我是无啥办啊，我想看下。啊你安怎？最近冤家敢拍赢啊？就无聊，爱嫖拍死，伊无，有甲足济人，但我身边无伤济人。细汉时阵只有阿母啊，伊过身了后总是大开甲我陪啊，莫在意啊，我无伤心。以前是说你莫讲啊，起来。笑啥物哩？会啦，我感觉，也许我可能一世人转去袂了家乡啊，但只要有安老伫个所在，就是我的家。啥物啊？多谢你，会啦。为这样我迄一天啊，我美好的所在，好。我有应该过过，只是我问题就。你想哪？奇怪，伊家己签的是个标准话了。天啊，写北京过，北京顺路过，但那是正常的吗？我奇怪，我感觉怪。对咧，但那是正常哦，我感觉奇怪。既然既然写毕竟顺路叫啊，无想到我有一天会互控人所救啊，但毋知影安怎想。小型的边境顺路叫无抗击电塔异常的压迫感，军民讨论谈论着各种日常，抱怨着边境轮班的缓慢啊。以及补给为何拢无送来各类的娱乐用品。哈哈哈，你无吗？可以吗？什么？别当促销而且靠在后面。这是有没有什么？十刷天地开辟惊吓部，由美协会所著，内容多半来自于牛美为籍的考古资料。天地震惊最后以红兴趣，用亲手摧毁了支持石龙的垃山资讯，石龙混移降世，天火爆发，资讯随火焰之风纷飞消散以遥远的找人间。万道相关的生活到此结束，但军山人拢相信，这会散落伫军车间的资讯啊，因的灵魂相牵伫车军间，甲土混合，最终是为人类之死。这样，我操，就这样吧。那就没干。
罗兰只求顺和，是我的认为。如果当初无受到这个顺和，该会对咱好一寡。刚刚飘落一站啊，无人注意到。我感觉莫管形势较好，咱至少会才拄倒来，让咱看到。现在会敢会是伪装的乌帮，对吧？你无？照发生期的强度来看，应该是其实公路的漂流物，就只是伊人名尔，没玩到。哦，龙妹点挂三部球，这个。环球顺和定位点，顺和变色啊！控能标准99顺编号005，依照人民统合体航行宣言啊，所有船只拢由救助救者。然后定位中是太空罗兰者，这离相对速度。每秒300标准球为着中，伊是为倒一个？修正轨道航速调整，要伫30秒后结束。结束时阵，相对速度可下降至每秒4.2标准球。倒数10、9、甲目标结束。速度误差百度，你无？你上好莫漏接。任务准备完成，看你红后我可以载起来。光速确认，所以完了。任务结束，就是任务。伊捕捉罗兰者，3分钟后顶界，也好。本来这是红楼，留美协会登记的船只。伊是附近的研究，你敢是附近的研究人员？讲好诶，附近最近的研究点是？开始压着伊，伊个是个精神创伤啊！正经者，凉是凉，我压住伊只手，你敢想要讲啥物？迄物件对都出现，啥物拢看无，雷达啥物拢无，是怪物。你一个啥物件？你看到啥物？正经者。哦，咋啦，阿姊？你看到啥物？听到啥物？声音，好真好玩啊！切了一切的声音啊，互人专心发皮皮错。后来我只听到一连串的爆炸声、消息啊，爆炸。一个人切了后，我就一个人伫宇宙通讯器内底拢是哀嚎声，然后就我啥物拢听袂着，听无，翻过去啊。对啦，哪物啊？是。计算伊的漂流轨道啊，推算出伊是倒一个太空站。将迄是我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感，无安全。第4乌空观测站咯，超细型质量乌空 UA
第一乌群山民间成为大风，位伫群山太阳系的外围哦，遐无任何龙脉天体哦，是万德星会中互石龙放逐之地。嘿啦，我已经决定啊，我要去看卖，看一下伊讲的怪物是啥物。然后教教才拄倒来，等到我代志还是细伊啊，我这麻烦交你做，然后陪伊落，好啊，爱聊的真屌，你拄则讲啥物？好，就是突然买了一寡新钱。如果迄一天咱无登录乌坑观测站，人生控制零下第7乌洞观测站，你确定要对来？站内探勘最危险的，啊拜托，只要无动力探索，纯需要我救人，敢毋是？是的啊，你最近爱有白讲话。奥斯曼的研究过哦，奥斯曼是控制有名的乌洞学者，一心努力破解万德的迷信，荣耀控制乌坑大风，这天体信仰。作为资讯伫万德历史中出现伫足晚。这个群山人以为家己信仰了神明啊，伫我看来啊，绝对是古代乌洞附近有啥物禁忌啊，无想互人靠近才会为大风入死，就是遭受了啥物款的冲击啊，亲像是撕裂共款，几乎停止运转。才竟然有微弱的湿气流动啊，甲风影色共款。原来可能军方早就知影即种科技的利用，所以安那开始找找啊。失去残留意识。下面应该是太空船的中心吗？对啦。电脑遐有咧运作，毋知影敢会使调出最后降时期的画面。储存装置歹去啊，无法存出硬碟资料啊。伊最好应该要有copy 备份的资料的计算中心。乌洞观测检查表853020203哦，乌洞也是迄个死样啊，对啊，今仔咖啡无足好，结果无异常，检查人员奖，足侪电线，这是基板的入口。乌洞电磁辐射观测资料备份，毋是这。乌洞观测站存者来往记录备份啊，毋是这，都有降时期的备份的记录。乌洞观测站观测调查检查表853020305啊，敢若有物件为乌坑的可视界出来。我真觉得
中国，离辐射度比阮兜的马桶还平静啊！对，除了迄一个细垃圾啊，因实在该定期切迄辐射的往阮行，叫袂上检查另外奖。干时期备份记录85334，两当前的资料啊，这袂使。干时期备份记录，无当显像记录备份啊。时间853360311，立即军事机密资料啊，无授权且无查阅。干时期备份记录853，就是这啊，感觉无歹去，知影最后到底翕到了啥物？啊，随时咱安装啊。干时期备份安装敢无问题？无问题，可是矿内联合军事机密资料，且输入使用者密码，本位密码提醒。有啥会先看前篇一直会歹看频道，然后期待加币补回日期的，想知影这讲啥物？来去这有办法请人也破解无？大家真紧的。基本工程啊，矿内军方密码是在几层设的，而且现在网络功能也有运作，无符合互发现咱无伫卡也会进矿内法庭，无试看卖讲解哦。我上济会当破译旧的军准，甚至是红楼的加密事情。啊？啥物？哪物啊？你会当解读红楼？无，那可能我记忆尔。无着啊，哪物啊？就做安怎？你问罗兰的迄位嘛？伊讲了爱上军方嘛？啊，只摆记，还有即种边境的探测员，通常只有一位。除了交遮方便，伊妈拢抄伫各种操作纸本上哦，所以看卖拢有记。试看卖，这电脑有调出关节度的空间度，关节站的空间度，然后已经下骹计算机房，啊，这边是复式文玩件控制房，这是放风房空间。谢兽医，办公室哦，这样大呀，缩小。飞机 A 啦，讲矿业联合的人会用这种机器啊，会换一种叫做加比的乌色豆类，沿海可是用来制成的。哦，无当关节站检查表8533602哦，多空弯用，我手中的加比盘7个啊，中间
咖啡零药啥物拢记袂掉，但不要紧，其他补给阵还是一冰送我等于好，这个为什么这样？啊，这里怎么消失掉了？这个？啊，你看，太小了。傻笑。大风解密初版，奥斯曼是控能有名的乌空学者，一生努力破解万道的迷信，荣耀控能。上早注意到大风也是伫边境调查的时阵，发现有足侪弹往大风的奇妙空瓜茶，内底藏满流美的花卉啊！我找了一寡万道机密，风淡了后，才知影这拢是送互大风的奖品。因为得罪着量，先惊风拍入大风啊！都透过这品啊，祈祷大风轻判，来世也有我的机会。这个是办公的空间。咖啡早的变迁，日本的提示，控联合纪年法年月日。我通常无看年份嘛，无看月份，毕竟咖啡每一个月只来一届。有时问阮行控制是。这种喙条的假皮反射出周遭的环境，反射空间中，敢有我无去过的所在？直接看到乌空啊！又是4K 的意识啊！这个浓度有啥物现款？这样。一张尔。啊，够无？最大声嘅搞讲，啥？其实这不是应该叫伊改变啊，就是叫伊存。重点是你爱
伊来享受这个过程。无当检测表调查诶，检查表85360205，乌坎复杂啊，毋过平静啊。中阮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是爱人命啊。阮行有期看到乌坎啊，有来收听君山小型车大的节目啊。我真怀念红湖通顺的桃园乡特辑啊。今这个无印象，今14啊。其电视因无重复播放着断续续的内容啊。欢迎收看频道79号统合电视台伟大的抗疫联合人员频率统合体伫量美调查，佮看出电信的发展。这应该是这个啊，这地方做什么？哦，想要缓下疾病。哦，想要。来了，是啥物？这是遐机最后翕到画面啊！我看到，什么？啊？啊？是哦。哦，谁？有咁大一个，这是啥物件？回车？管制站互回车扫掉，莫用啊！这是天文记录，对，伊无对，因为轨道是一致的，甲后面说共款啊。乌坎管制站是建造伫行车的两美之间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领用轨道啊。如果有回车甲这轨道移动啊，一定是正常的飞，你无？管制站最后收到的电磁波声响，转成会当播放讯号看卖。这声有一寡气密啊，要调整。无要紧，如果咱听到的声音吼完毕，是啥物？停止！有一个可怕声音，黑暗中不祥的亮鸣声，啥物？后壁甲军队走出黑暗中不祥的亮鸣声，原来是安尼，你无？你会讲啥物？就是盘旋伫外太阳系啊，
索尼才造访分散乌空轨道的超高速飞车啊，所以过去才会一直无人发现，就是伊啊。这一切就是师傅失踪的，一直咧找找乌龙啊！找到，终于找到啊！重要方位乌龙，下阵我只会记你抱着我，剩的啥物拢袂记。所以尽管有人叮咚，电池讯号嘛袂出袂来。分析弄机的脆片乌龙应该使用了甲万道红音色共款的技术。若电磁波无法追踪哦，就连我嘛无一定有能力找着。但这种问题对于找着红音色，咱根本是小代志，一枪就定位出来。对，南面，咦，目睭，我志太啊，南面我爱你啊！咱终于找到啊！喂，找到，算了。南面有火，我觉得我是要插换翻球啊！就是针对人信箱啊，关键啥？咱找着乌龙，所以咱见着师傅啊！真正是个看卖。警告红楼军队的自卫军员，勿加孝助你某，以贵船接受良好的待遇啊，是讲无错。你的功业伊车群间为人赞叹啊，但为你感觉荣耀，希望你为咱传达下属的讯息。启敬你某，家主昨暗作息啊，真宽经典啊，但失去了庇护，最后的抗美即将互珍守啊，超甲一日不愿意，求你转来，唯有献上良美啊，讲信明就的你，才有机会替咱为皇上求情。原谅咱的所作所为，有甲第16代战士东家主，你定啊，你的兄弟。哟，篮球讲来啥物啊？这点其实就微妙，我毋知影讲，就微妙，就是种。啊？这么物件？这是直接过啊？真的？妈，有只要线的应该袂使。无空大风，事件地平线半径13标准里，调细力，危险半径191标准里，急盘结构明显，警告调起力，将严重影响航运安全，建议保持距离。无物件那个啥呢？这个啊，这条火吧，这是纯细胞。甲救难者留一关7站刚好，真正好，真正好。讲个厉害人，我无想要加费心啊。无代志啊，救讯号拢出去啊，救援应该拢到啊。只是赶时间，甲红色共款，乌龙应该是非自然的轨道，但是靠着弄去观测站的方向甲速度啊，勉强推算出乌龙位置。
随时间过，可能就啥物拢约无。毋讲遮红楼，你无红楼又收到批吧？咱也无看去。加做寄了批互我，希望我等于甲因斗相共。切，应该人你莫这个时阵，你无无代志，所以我要大条啊。我讲过，会先为你找到师傅啊。乌空大风，有啥物咧好呼唤我听着，下来迄时阵一直自言自语啊，我就烦恼。深渊的裸流面啊，歌声宛如为黑暗中升起啊，无比忧伤。我背后回青乌龙，我笑到无飘啊！比较两届探一结果比对。速度美妙4000标准里哦，正直属往乌空围当中。甲方面说共款啊，做标上啥物拢无偌济时间啊，一旦等伊进入乌空的轨道啊，咱就免登录。无知影，准备好，登录，机会只有一届，好啊，确定吗？你小看啊，等到了后，这个。这是卫星的外环气流，电脑看来风险袂细啊，似乎就是迄边。你无，多谢你，一路陪我到今仔日，找到师傅了后，你随时都会使转去云海啊。问这算啥物？今早总比啊，我手机用着啊，真是无代志，但毋是约好，要带我看到故乡的花吗？不如就约伫找到你师傅了，足远哦，准备登录吧。无边河回青乌龙，透过人你也就知影，此时乌龙即种离开乌空大风的轨道啊，换算为足量行车标准时间，伫群山停留5冬的乌龙，后一届来讲可能是数十冬啊，甚至会是100冬了。甲约着了啥物？路边仔回青乌龙，外环轨道。所以咱进入乌龙的外环气流啊，对于水车啊，水车啊，就困难代志。我阿姊就是。走无我拢但我还要登录，我迄种伊个哦哟，一把，注意，中间出到，是，哦，这袂歹。
有几把，来，收惊！哎，抓小啊！哪个我？怎么样咯？昨天进想到脆皮做龙给还是几个？快比第一、第三动力发了，是咯，快比第一、第三动力发，安怎？一个人进够钟啊，礼拜对无代志。啊！龙家，你妈妈。第三就是这机会啊，关于第三市场，进行起我做好哪边啊？自动袂会实施起用啊，不然后面准备领导，就起用家，所以这个活动多少开始，开玩笑的，两位那个情侣啊，哪边啊？我听了，我这就是继续，我袂当互我继续，我袂敢翻机会，这下。无变好位置，无了。勇气限量适中哦，空气品质正常，该去头开。伊是讲正常，哪边啊？做遐好，无大个，因为去照计划时间整。超过了乌量的种植，乌坎的轨道，到时阵红楼脱出的速度可能不足。是啊，这是军用的准弹。当初就啥物？有人谈无事，你讲的人是？你知？不是我的人。创啥啦？这个很热，这个家仔啊，对吧？为身躯顶有扫出农民啊，应该会用阴暗的流民啊，安怎讲？当个啊，A 大公拄好的时阵，家在啦，我毋知影伊是欢喜还是艰苦。你注意，拄只甲聚会的龙妹趁钱。要查清楚发生啥物事，一寡时间你是遇到无？可是太空船的轨道线足乱，就有淡薄仔奇怪。唔掉，看。好。
这毋是一般的流氓啊，会使入去看卖。面拢有流氓，这是啥物空间？哈，过起来。龙尾风水机关运作足顺畅，这应该是顶下连通的空间，顶下连通，坐电梯，讲甲迄五煞，我看卖敢会使启动伊，应该就慢，我是要行倒去，使啊！你的事务时钟到即马第几档？这是我录影的第5档，就是第6档，这等于一段录影。我讲你的事，你想讲事无可能我的吧？无要紧啊，我看到控制军方遐个人时阵，早就是讲啊，但是有找着对我而言，如果无找着师傅，我就往前进。我就无惊咧。免道歉，有希望无也毋知影咧。伊可是红，甲我成为新时代女王的事，伊骹对会足危险，连军方的探测段嘛无法度断啊！惊了，倒袂去英泰哦。喂，你创啥？我来保护你啊！做啥？我保护你吧。是你坚持，是吧？是手啊，毋是手。够啊！放手啊！等下，你看，如果对方是你重要的人，那会做安尼的动作？紧张感拢无啊！就是彼此性命交连的意思。如果拄着生死关头啊，我会为你下命。这会用讲的，你敢来面对我的语言，拢是我的家人。行吧，创啥啦？各位大家，这就慢了哦，我是应该，就偶尔才更新，应该是红灯箱运作的功能啊，透过照片显出来啊。喂，你无？秀安啊，我说啦一个，我是希望你，啥物？我代志。万道后土年表啊，万道龙首破后土尾啊，伫8年1工20地，1年以防后土，2年后土收官，种族成道哦，3年后土为种道行官，诸神属宿命。年表敢若是纪念王国的后土，内容是伊如何引导良美兴歌的记录。像壁顶头的铭文，敢拢是万道历史，就讲啥记住，这应该毋是兴歌的良美。后土千秋万载，歌响亿万车庭，众道灵境。翠峰金山以穹苍以下后土之温暖，翠峰后山以穹苍以连后土之光。
这一看知影，写的人根本毋捌台语。喙当就宽船哦，船水，船水，伊穹苍，伊坐后土之心啊，喙目曲山伊穹苍，伊坐后土之手啊，喙西水山伊穹苍，伊坐后土之后，喙南鸟山伊穹苍，伊坐后土之林。你看我名还写怎么写？啦，这可能毋是引流的神殿的意思，咱是找着后土的坟墓啦。我以为这只是传说，哪有可能？自水地啊！就我要继续办了。来，应该有甲电火拍开的门，电火。用咩控6红老完整的无量解以往所有的神殿拢无共，这毋是形建来风水引流啊。有诶只有结束甲死，有诶只有结束甲死亡的气势，是万道的最终。你讲。这到底是啥物所在？明明是后土的雕像，看袂清楚。是问鬼行动吧，我试着讲。八练6天在异地，后土星官万道上存在啊。古将总理以大风哦。为后世立信啊！志态化魂是开，古一路再会之时啊，万岁车棍仪状啊，为万里上如光，是纪念后土的悲运啊！这的确是父母镜头，真正电脑人是去倒位啊？换你哦。可能探开设备啊，人哪会频频消失伫遮？啥物声音？真就轻，啥物看？OK。是查某的声音。
像迄是很悲伤的情绪。当找到你师傅的线索，就拄着奇怪的事气啊！传来的情绪拢足伤心的，我无啥爽快。奇怪的事气，走到雕枪的面顶看，敢发现敢变光啊？你无？有只毛奇怪，我毋知这是好消息还是歹消息。这毋是后土的云梦啊！顶头所祭拜的雕像是大风乌空之神啊，掌管万道内的阴间万物。伫群山云梦祭拜的阴间神敢毋对？毋管龙尾的用途是啥物，神大应该拢是主神。我想你至今所的龙尾，拄着的毋是石龙，就是蚁凤甲或者是后土。所以，如果是后土的云梦，就该是后土，为啥会是大风？啦，看到大风下骹的笔纹啊无？有只想我毋是足清楚，即摆会使。鹿鼎飞机失手挂金鳌，盗梦后土之歌照应性命百万啊！滔天大水啊，冻中大风，这。爱命是安这，是专杀斗无差的，所以说我你看，随便啦，以后各种道秘文哦，万道龙秀坡伫8练7天24日，大家看，入定飞机失手挂机后，盗梦后土之歌照应性命百万，滔天恶水啊！当众大风，后土将永远安全，100年无人可顺。万有外记，大风清影的万道秘。对，有试看慢慢看到空间，小风过啦。最近应该会看看对啊，一定也我的手。这太近放得几个船啊，出了两艘啊，一百分满，几个船，一艘船的东西，对啊是，这是做限制给龙龙，我这，干较讲，你靠北，这有停吗？有时选唔着一只咯。我靠，该开呢。前顶头有一个士气涌出，士气最近会新出的嘛？各位还是只，这是电子机关啊，敢有办法重新启动伊？士气冲入来，开始有啥办法？这边，应该无代志。
这是电梯气压的结构。下头有一个想法，会使蹦了车，无时间讲算笑。乌量的重量无大，那对未来方我要计算，咱是毋是会当爬登入口啊？距离出口24标准上，乌量动力大概是0.8，如果爱，无可能这种距离啊，空气衫的粪气根本飞袂出去啊，所以咧无试过咱有知影，所以互咱家遮崩啊。讲也无时间讲算少，认真诶，废掉流尾是我诶专长啊！只要互风冷气异常受压，湿气就会甲咱顶起，动力够准诶，计算出口距离啊！啦，无时间考虑啊，来你去试看觅。文字更多嘞，行啊。啊，真是，因为你讲那欧北来几条要往无够啊，赶快疯啊！咱是毋是拍地图卡？无拖卡，咱是我一支电梯的天花板就会甲咱脚头进脆。嘛其他启动流面放射器才会突破临界点。我看到我随时要死去，我不互你。哦，你捌嘞？就是炸掉的电梯流尾，会死个。呀，是我那边的车也是，韩国的喙齿啊，是安尼，蛮多无错，主要，大哥，啦，有时间啦，这啥意？你着随时关到我的微信下面的。
上细命少年，上下面，有没有负担？今日叫，我这边互恁放松我。即阵几标准笑。说啦，你的胸口应该有骨折啊！会当咧，你做手机我是要猜，你无？哎，啊，这啊想到你啊，内面还说啥物哩？我帮你甲伊找整啊，只是脱裤哦，应该拢无代志。今日起来无？会使学练咧，你的换流气法，你个危险所在，我都遮内面才用透过学练计算几道啊，要读什么？要计算啥物？要计算白量的几道？啥物？这是相子互称，加项相子随称哦。你详细看，这是人名为控联军的电脑扫描得到的资料，真正的乌龙其实是一枚尾随伫乌龙后壁高速随称啊，用同款的轨道啊，记号类似的频率，有一个真频，就有一个微分，就是讲，咱先称伊为白流，是吧？就算是共轨道，无可能伫咱会当抵达的范围啊。无足远，可能会计算，人轨道距离上济0.3天文单位啊，0.3天文单位，正常来讲是0.331啊，天文单位。以咱的状态，无近嘛无远，就满腿啊距离啊。会啦，伊位置已经脱离军线外围啊。如果无伊，嘛袂有人来救咱。你真正想要登陆，另外才用白龙，对。哪物啊？是有无法度返航的风险。我还要找就是会啦，是我考虑过啊，因为冲锋啊，我哪会有你冲锋啊？我有想过，所以你不要到遮就好。啥物？若来好几是独立个，会当做为多星冲啊，咱就直接分开吧。了有拯救家族的愿望啊，袂当直接冒险。莫讲生笑，我讲过你是我的家人啊，我想几话，我毋是迄意思。以我的名哩，啥物有无法返航的风险，0.3天文单位几乎是无可能返航。你无？遐是乌重的引力款哦，只要油量超过1cc啊，袂停就足歹达到脱出的速度。莫限大声，这个代志我当然知影。但如果我即摆毋是，但如果我即摆毋去，我也有机会，我敢也有机会啊。未来啊，白龙迟早会摇行转来，总是有机会。迟早这几道算落，后一届登陆的机会，毋是几十档，嘛是100档啊。那也是有机会。好，那等到机会来临的时阵，满头壳家族的你，才会使放下手边的一切，为因海飞到我的身躯边。我说啥物？就你的，因为现象完美、风行名就的你，才有机会替咱为互相救治。敢会使？你无？我当然会使。你会想啥物？嘴讲讲的，阿姊，内面啊，但你无脱出了后，送我登陆白龙，你就伫轨道停泊等我消息。计划日，我一标准是来顺利转来，咱即刻离开啊。计划伊啊，如果超过1标准是无转来。姊，安怎？姊，我想讲啥物就讲。你是要死呢？我袂死，但你就是知影危险，才请你要离开，敢毋是？
师傅就伫眼前啊，这总是5年前的代志，所以无时间师傅等不了咱很久。阿姊拜托，莫讲啥物师傅啊，哪米啊？对我来讲，你比师傅重要多啊。你，对啦，你，拜托阿姊，多谢你，阿姊你答应啦，我即摆好训练啦。看这个就结束，等到白龙后，这个等到佫是啥时阵？这拢无物件啦，19呢？这么物件，OK， 这就还贵，7个我都贵，啊，7个来了，这爱记哦。这是贵啊，是嘞，就是咱就盯着白龙，准备脱离无量外环岛，家己注意好船的状况。安怎？切，眼睛失控啊！啊，然后就弄去啊，是无量外环喷流的水。哈？啊，这是啊，这个退出无量外环轨道啊！如果前往温室，南面退出轨道了后，驾驶权转我，并且前往眼镜室，维护一指挥。南面前往眼镜室，会就大较细个，美丽欢乐啊！你无第6、第7四气管失灵哦，伊是外射引起间害性的失火，试着用温室的洒水器来破灭。开始慢慢拍啊！中最后鸟得胜。应该是第一眼镜了。这啦，袂火气，这红楼袂火气啊！当面后来甲我讲，伊从来无想到会使用这个。切，关于这边啊。刷分路第一分下4期跟刷我出现啥问题啊？看袂出来啊，都有问题。
上紧。第一连通得失血，真是失血。哪面啊？你无报告总统，就是你无，就跟今了等伊干叫，哪面回报？哪面回报？你无哪面出代志啊？徐哥，我讲位置，我唔知伊倒位，我调监视器的资料单。哪里倒位？如果人哋嘅知識少咗，哇！係啊呢？就係咩啊？有頭毛骨壓掉，無想大。哎嗱，知識啊！行，哎啦，現在幹橋，你有哪樣？我唔會幹橋，有代志，袂使碰，還袂使放棄。眼镜起火，第三眼镜起火，有事。真正全港机应该点，紧急通过。请告诉人破门手是有气质。为什么呢？这是彼此生命交连的意思。我能够歹拄着你啊！为什么爱互我很讨厌家己啊？所以啦，你用事的力量带走你。你早晚会甲家己，你早会甲家己较尊严还是？毋是，这毋是我旅行的目的啊！我是为虾米？其实我是去找找我的师父。我定在想，如果毋是我很无路的话，是毋是师父就免保护？伊只是惊互朋友放杀。因为伫倒位就到倒位，我无家己想法呢。听，想法你甲家己，就是你成为女王的唯一办法。想要约束大家啊，我才毋管。只是约束，可能家己要啥物拢毋知影。若火势落下来，人话等于干桥啊，人要注意看嘞。转去啊！也袂互我理解，要如何成为新时代的女王？好啊，啦，这是过你家己的生活，我无办法，我连师父拢有无啊！莫想成为我，也莫想成为任何人啊！去追求你内心的灵魂啊！我带你跳舞，要走啊！还，听好啦，你一世人嘛又袂上我，因为你是连做家己拢毋敢的108号。你真正足过分的，我叫你啥物108号，我是A达拉姆，等我，你无讲咩啊？我做着来救你，我师父曾经做过的共款，师父，是我来当幼小弟啊！对啦，我们干桥红庙会就大搞这种方法，免等下你回头，啥物？你个是危险啊！即摆规个红楼中拢咧熄火啊，电子系统已经失灵啊！你爱手动甲温室，要严正式个闸门关起来，对着我指示较紧。有钱咧，等你关闭闸门了后，我将啥物件做较紧。
放散连同的空间。这是礼物，会冲怪面。随着这是 A 大眼镜色，因是天气供应勇气，开始空气排毒。笑啥物？无代志，三时仔就真正死透，拄则刚刚拄则遐咧玩白龙的，咱少忘的。后面还好，还好，一定会创，找一个坚固的拿杆哦，甲伊绑好，惊冲击，已经绑好啊，勇气甲绑，10分钟，随时拢控制掉，还好，眼睛较优秀，无问题。人过玩一届，大概定着白龙，就去阿歹啦。即摆要去收淡薄仔难啊。啦，我答应你，伊若无发生啥物代志，只要白龙一来，我一定会去找伊啊。对不起，拄则讲的遐话。喂，你毋是讲要飞过来？如果你无介意，那明仔甲你会当做伙甲我回英泰。你会讲啥物？会当照顾你，做伙讲到白龙的迄天啊。我袂讲话，认真诶。结果空气化无法开启啊！建议同学离岸顶机前，身体安全值降至15%以下，才告诉我化妆术 KK 组。好啊，这回回到你故乡，你来好好照顾人呀，了你。为你无？你有认真看过会冲的经济队无？有安怎？内底无伊倒够酷，这都无。有一款是足久以前师傅留下种子，有家己往返车群无伊销售的花卉。内底有一种花，叫做 A 达兰。啊？对，我的名是师傅考的。后面伊离开军队啊，为了对战争赎罪啊，培养了我，名义嘛有淡薄意。嘛有点意思。勇气再拄放了，楼顶伊飞冲嘛歹一层，但是伊真是嘛代表干球，来看一下甲我共名花，经济。无伊拄仔着顶头是花的相片，就你讲要带我看你故乡的花。是这个高城啊，我知影是啊。花卉经济高城啊，平民高城啊，下面多伦阿米兰山地文山完成镇，生长期约70到80标准日，属主后色哦，可生长环境少。栽培环境若过调色，会导致形体腐败。日红毋是，花卉种子日红，品名日红，学名茉莉海樱，产地沿海进口，耐旱耐湿，连花期短促。但是土壤混合，营养浓度无容易开花。啊，我找着，敢是这？外口遐写着 A 大，伊嘴巴底仔内底有商品的毛一刀啊有啊，含名 A 大兰，品名粉红白，产地营车矿业联合新义人。重量3公斤，花季。喂，啊人名，我来。
哎哒，可以是，请原谅我。是的，我都互你看着我故乡的花。哎哒，喂，哎哒，哎，回我，哎哒，花卉中记，如风贝，对不对啊？哎哒人，可以，请原谅我。对啊，为了计算表，他出建议，他出建议，现在都是按照能力测试嘛，这样嘛。我是计算表，为了是不是在拍，我没事的地方，哇塞，哇塞。之后的日子内，我转去了沿海，为着探听白龙的消息，我定往返昆山，无伊会找到，会找到真的龙妹，但过我是假的消息，毋是白龙。我知影，只要我时常走找龙妹，我就会拄着伊。伫甲昆山无止境来回的时间，伊至少过。毋好啦，8个400年，那是离开昆山的第4站，我想要第17代家主。然后咧，8个4年，甲昆山签订贸易协约啊，建立龙美往来协议。然后咧，然后啦，8个4年，昆山小型车道爆发第2届龙美冲突。然后咧，8个51年，龙美协会解散，我从此无罗索因西的消息。然后咧，8个53年，误成为沿海第六大家族，新四品贵族。然后咧，8个60年，第个投入小型车反抗运动，伫战争后失踪。然后咧，8个63年，那米也离开昆山，伊讲甲情人分手，我无过问。但我将伊找到白龙的时阵，已经是861年。无用昆山的行程时间推换算，约是我甲分开60天了后，家主，是对不起，就是拄则，那米啊妈妈伊，讲对不起，我都陪到最后，我知影无代志。对不起，伫家主出门大事之前，甲你讲这种消息，你退下吧，那米，你放心，我会帮你总做伙啊。物件准备，咱要前往北流。和平和小型车北流，距离红楼登陆无论66天了后。
异向无常，故意无猛，拄伊无猛。异向无常，拄伊无猛。无猛伊拄。我来找你伊啦。伊啦，人命今日足安详，我好好甲伊照顾。伊啦，等伊离开了后，我先加煮。也是讲，互家族重返荣耀，互大家拢会使过上好日子。但毋管我做啥物啊，我拢无法记着你啊。对啦，你敢有成功找着你诶师傅，敢有听着？对啦，回应我，也有互我看着伊家乡诶花。梦里诶声音，亲像人诶歌声。好啊，去困。我想歌声会，但每当我想要唱诶时阵，无来跟咧看，然后我就发袂出声。但迄声音无停，迄声音咧叫我，除了家己诶灵魂以外，无人会使甲你叫。迄声音足模糊诶，我一定咧想是啥，有淡薄仔温柔，足悲伤。去困，我想要试着合音，我想要安慰迄声音诶主人，但我那声音拢出袂出来。我就一直想，如果我会当甲师傅共款唱歌，是毋是迄声音就袂遐悲伤？我只是摒弃，还想甲我共款。是毋是伟大愈好即种物件无伟大？花拢开满山谷啊！亲像你诶收歌曲拢无心中，我是安怎教你？你知我会约上师，做你家己。好啊，按时莫到外口啊，芬芳白诶花海，按时会排出微量诶死气，容易产生幻觉。师傅，疼！刚才有水翻涌哦，规个身大应该拢互我弄烂，这是死水地，我爱赶紧离开，要毋是倒下诶时阵。伊是爱走去，我爱徛起来。
师傅，你看你这，我终于要胜利啊！老公，我所做的选择敢是对？这是控两个字。师傅，太好了，太好了，这你吩咐，我终于想了家己，我互任何人只为内心，只为家己，这就是你讲的新时代女王。应该是很艰苦的代志嘛，结束，所有的旅行就伫遮结束。原谅我，希望南面是我放杀了恁。思维意识，伊是咧安慰我，伊是毋是其实一直咧帮我？无你，因为你的声音嘛很悲伤。从最后啊，我听看你的声音吧。哎，这是，那我演奏的时阵，你也感觉你敢有脉动吗？只要专心，你演奏我拢会听到。是这种能量，会承载各种人的思念。如果你足想的话，只要你持续追求完美，你早晚会拄着伊。其实红楼伫退下了后，是互是一首改造成即摆的款。迄个时阵为了做良美的花卉生意啦，逐工穿梭伫花海之间。伊是师傅的家，遐真正是规片的哦。安怎？你敢会想要看？可以的。安怎？你敢会想要看？一歌啊，就是说海，亲像海。如果你形容安尼，啥物啊？迄无情嘛？如果是会当你讲，我就想要看。
看会足想。如果是你讲，只要是你讲。如果迄一天，人若有机会旅行对我家乡，我一定会带你去看卖，是我心爱的所在。いざ。知られ？村井ミノーラ。あなたに見やすいです。阿不是用内点歌。
看后壁还有啥物？大家好，我是本部作品的编剧兼制作人，谢谢你们游玩龙脉长歌，希望这将近10小时的体验你能满意。如果你希望更了解这故事，导演的话会是个好地方，这是为全破游戏的你们留下的集会所。一直很喜欢龙脉跟风水的概念，这个题材运用到更广阔的舞台，也就是科幻跟宇宙的大世界观，把风水中山脉的规模放大到恒星的尺度，就会变成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世界。于是就在这个冲动下，自然萌生了这种想法，也诞生了这个作品。但不得不说，执行起来的难度其实也比想象中高上不少。最后还是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才精简到现在的状态，成为今天的龙脉长歌。这是一个透过歌声去寻找龙脉的故事，而龙脉由于震动，始终有着悠远的声音横亘宇宙跟时空之间。同时，长歌这个字除了就是很经常在唱歌外，它也具备了长歌的谐音。我们希望能告诉玩家，这故事要诉说的，其实不仅是艾达跟利莫，更是一个古老永恒的神话故事。这是个多元的解释，龙脉在故事中是一种能量源，也被俗称成矿脉，但我心中更倾向于众人寻找的真正的龙脉，其实是在寻找自己的内心。这也是 Opus 系列一贯的主题，如何发掘自己的内心，进而成长。尽管那会让你面对生命中的悲欢离合，但还是要鼓起勇气。最后成立的就是悲伤中带有温暖的故事，也是 Opus 系列中不断诉说的概念。之所以会叫做群山，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龙脉是山的概念，而能寻找很多山的地方，自然就是群山。有趣的是，我们曾经为它取名为比较典雅的名称，叫它忘货，取自于千言竞秀、忘货蒸馏这几个字的典故，但最后却会发现货这个字因为会发音会念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取消了这个设计。玩到结局的玩家会发现，这一次的故事跟地球计划还有灵魂之桥有个关键的不同，主要就是没有什么宏大的使命感，像是要找到地球啊、复兴人类、举办这个世界的葬礼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这次都不复存在，取代的只有一个时代中许多角色的困境。这一群人改变不了太多事情，他们只是在世界中的小小的涟漪，但是在故事中他们会努力地活出自己。尽管少了一点悲壮感，但我其实更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某方面而言，这样的人物在世界里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存在。故事中歌声是一个重要的元素，相信玩家可以感受到满满的音乐跟音效，但也会发现声音的设计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透过音乐去理解谜题所在，甚至去听出它的变化，最后会挣扎于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声音才能让玩家感受到改变，同时也要考虑到这样的声音好不好听，更要考虑到这样的声音真的能够传达龙鸣这种古代语言吗？在这三者之中我们不断的来回，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其实声音的变化对于玩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难以控制的，因为还有所谓不听音乐玩游戏的玩家。跟以前一样，最困难的还是创造代入感，但面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更多元的角色，要如何整合主线、支线、配角、主角各种人的故事，却不要让主体跑掉，保持玩家的游玩节奏，其实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正在聆听的你，想必是玩到或是看到的玩家，谢谢你。要相信你所感受到的体验，不论是在死亡重生的次数、卡关的节奏、收集道具的基础数量，其实都是透过一次又一次打磨的结果，最后的成果还是希望你能满意。如果你是喜欢剧本设定、挖掘各种神话隐喻的玩家，
这次剧本中藏了蛮多设定细节的秘密，是以前的好几倍。关于游戏中出现的万道符文、古代、蚁皇、后祖、太乙这些神明跟游戏的主线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关于白龙的花，为什么太空船最后要航向白龙？工作人员名单所放的一系列的图，为什么只挑这些？这些都是留给你们好奇心的最好礼物。制作组将线索都留在那里了，去吧，这是我们特别精致的彩蛋。这次制作期长达3年，非常的感谢 Sigono 的制作团队。他们从拿着白纸的企划书，到后来变成几万字的设定跟数不尽的表格，一路包容制作人的任性到现在。谢谢你们促成了这部作品，你们是最了不起的团队。感谢所有游玩本游戏的玩家。如果你是从地球计划开始玩我们的游戏，跟着艾姆一起长大的话，希望你也能感受到这几年来公司的成长。希望这一次，或是在遥远的未来，都还能带给你更多的感动。最后，不免俗的还是得说，独立游戏最困难的，大多时候不只是要做出好的品质，而是要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面对那些拥有你几十倍到几百倍行销预算的对手，你要怎么样让别人看见你？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我们也还在学。如果本次作品有幸能打动你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谢谢。赞嘞，安尼讲一点心得的物件。这个作品对我来讲，因为下了组我拢算过地球计划，然后迄代表咧，我拢袂记个代表咧，查一下。灵魂之球，地球计划灵魂之球，到即摆流妹点歌，我上喜欢也是灵魂之球。那差别伫迄种感动的程度啊，这种头头有讲一个重点是，我敢会当扭出来讲，就是即个故事是伫。就是伫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所以我感觉我袂遐感动，迄个使命感无够，你知？因为我就是迄种使命感最重的啦。我一定爱改变世界，我一定爱开是讲神剑来改变世界。迄种我迄种激动的感觉，甲作品甲亲像甲灵魂之桥产生共鸣，所以我感觉灵魂之桥伫感动这方面是做得较好的。那剧情的方面两个拢袂歹，那但是结局的话，剧的话，剧情我感觉龙妹点歌较有迄种深度，较会使去研究伊，而且做成可能影片或者是文章安尼，所以剧情方面是即个上较大的优点。音乐的部分，即代我感觉无比灵魂之桥较好。我认为啦。虽然伊用的是伊的算法是普面加音乐，但是伊无做甲足突出的。甲之前迄个魔水共款，魔水迄个时阵嘛是一首歌做最后的主题曲嘛。这个就是伊的片配，我感觉这种作品，迄个经费上侪甲安尼啊。如果是其他国家，应该有可能会做出一个最好的物件，就是台湾这个环境就困难，嘛是台湾迄个环境困难，就是市场无够大的话就麻烦。但是即届的优点
游戏性真正是袂歹。你会当去探索较侪物件。迄个你会使算第2列，虽然伊剧情编排之下，第4章其实有较无共款，即主要拢是第3章、第1章，迄长度较夹到。后壁其实到第4章了后，其实就是结局。所以这部分就是伊编排编剧的问题啊，编剧顶头无啥比例无啥济，这是我会当改进的所在。那呢，应该讲了，大概就是安尼啦。有无看到？啊，这看了就感谢各位收看啦。我搁讲一下人物的部分，这台较少，应该是讲伊的价较大，但是伊的人物较少的时阵，会感觉就无啥物多元性，就可惜的啦。最后佫有一点要讲，就是其实有一寡回忆的部分啊，佫一摆出现毋是无好，但是少数啦，其实有少数是免佫出来一摆。那你敢若出来一摆，你敢若出来一摆，迄个感情会更加强烈啦。但是无一定对于每一个算家拢适用，因为我是足详细看这个作品，所以我会当甲出来讲，这个画面佫出来一摆，因为我拢会记，所以迄个感觉都是有一个感觉的差别啦。但对于一般的往生家应该是袂有这种感觉。好，大概就这样啦，大家继续吧。